Hello， 大家好！之前我哋做過好多唔同嘅電器選購攻略，都非常受大家嘅歡迎，所以今次都為大家帶嚟煤氣爐嘅選購攻略，幫下啲需要購買煤氣爐嘅觀眾介紹唔同牌子煤氣爐，比較下佢哋嘅分別。呢條片唔單止會為大家介紹唔同牌子嘅煤氣爐啦，仲會深入分析唔同型號嘅功能、優點同埋缺點，仲會同大家睇下點樣按照自己嘅家居環境同生活習慣，揀返最適合自己嘅機型。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有最新嘅家電介紹影片，隨時通知返大家。今次我哋會介紹兩個大細嘅煤氣煮食爐，分別係大約70至90 cm 同埋29至30 cm 嘅煤氣煮食爐，一齊嚟睇睇。唔同煤氣爐嘅分別主要係嚟自佢哋爐頭嘅數目、火力、尺寸同埋安裝方法，呢啲因素就決定咗個爐啱唔啱你屋企同埋你嘅煮食習慣。煤氣爐有分座台式同埋嵌入式兩種嘅。座台式嘅爐比較適合租屋又或者係空間細嘅用家，因為佢可以獨立放置喺廚房台面上面，唔使改動廚房嘅台面。但清潔方面就會多啲功夫啦，因為座台式嘅爐具一般都會有底座同埋爐腳，令到爐具下面周圍嘅台面都會比較難清潔。嵌入式爐就會先喺廚房個台面開窿，將個爐安裝喺入面，爐具會同台面呈水平，又或者只係輕微稍稍突出，相對就容易啲清潔。但一旦安裝好，要移動又或者要更換就比較困難啦。而且喺更換爐具嘅時候，需要確保新爐尺寸同已經開窿嘅台面尺寸係配合嘅。70至90 cm 闊嘅爐係屬於比較多人揀嘅尺寸，通常都係雙頭又或者係三頭爐，同時間煮幾樣嘢都可以，靈活性同效率都比較高，一般家庭同唔同用家都適合啲。首先會介紹6個牌子嘅70至90 cm 煤氣煮食爐。第一部係西門子嘅 ER7EA233HK， 佢係一款72厘米嵌入式雙頭煤氣煮食爐，佢有2個雙環火爐頭，旋鈕操作可以好簡單咁樣獨立控制內外環火，俾用家精準咁樣調校火候，非常方便。喺火力方面，佢嘅左右爐頭都提供咗高達5500瓦嘅猛火，絕對適合唔同嘅煮食。佢仲配備咗獨有嘅輔助小鍋架，應付中式爆炒都絕對冇問題。機身採用全密封設計，配上耐用嘅黑色強化玻璃面板，型格之餘亦都非常容易清潔。佢嘅安全性都相當之高，設有安全燃火裝置，當火焰意外熄滅嘅時候，佢就會自動切斷煤氣供應，防止煤氣洩漏，確保使用安全。而除咗火力強、功能齊備，佢仲獲得咗1級能源效益標籤，高效又節能。整體嚟講，佢係一款兼具美觀、強勁火力同埋安全嘅實用之選。而 Resonic 樂信 RG-H261 就係一款78厘米闊嘅嵌入式雙頭煤氣煮食爐，最大特點就係集實用、高效同埋安全於一身。左右爐頭分別提供4500瓦嘅火力，無論係日常煮食定係中式爆炒都足夠應付。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採用咗專利嘅雙層6反連生火爐頭，令火力更加均勻集中，煮食效率更加高。佢同樣都係1級能源效益標籤嘅產品，非常之慳煤氣。而喺設計方面，佢用咗有型有易清潔嘅黑色強化玻璃面板同密封式嘅爐頭，配合一體式嘅設計，湯汁唔會咁容易滲入機入面。另外，佢亦都有彈性嘅開孔尺寸，慳返好多改裝工程費，換爐超級方便。佢亦都配備咗防漏熄火安全裝置，確保使用嘅時候安全可靠。而 Resonic 樂信呢一款嘅 RG-233就係一個75厘米闊嘅嵌入式雙頭煤氣煮食爐，最大嘅亮點就係佢嘅火力同埋設計啦。首先講下火力先，佢嘅左右爐頭都提供咗高達5300瓦嘅特強火力，佢仲採用咗創新嘅超強火旋風、內旋式火焰同埋高效能嘅爐頭設計，有效集中熱能，令到燃燒嘅效率大大提高，煮食時間都可以更加快，仲獲得咗1級嘅能源效益標籤，環保之餘仲可以幫你慳返唔少嘅煤氣費。爐頭係雙環設計，有獨立嘅細心火同4種火力調校，煮食變化都多啲。另外，佢亦都配備咗鑄鐵爐架同埋黃銅爐蓋，堅固又耐用，仲有防漏熄火安全裝置，用得更加安心。同時佢仲有一個彈性嘅開孔設計，方便用返嚟替換舊爐㗎。跟住就係多田牌嘅 GA75124B 75厘米雙頭煤氣煮食爐，設計上真係好有彈性，無論你個廚房係想用嵌入式定係座台式都可以。佢個爐面就採用咗密封式嘅強化玻璃面板，唔單止睇落夠晒時尚靚仔，最緊要嘅就係防漏同埋超級易清潔啦。
喺講到實用功能上，佢就有個好突出嘅賣點啦，就係配備咗一個機動式嘅定時關機功能，煮嘢食可以自己預設時間，一夠鐘爐火就會自己熄，安全又方便。而佢嘅右邊爐頭咧，仲有個120分鐘嘅時間制自動熄火功能。呢個功能咧係指佢嘅右爐頭配備咗120分鐘嘅時間制，如果連續燃燒超過呢一個時間咧，就會自動熄火，防止用家唔記得熄火，增加翻安全嘅保障。呢個功能對於要長時間燉嘢又或者煲湯嘅菜式嚟講，真係超級方便又安心，唔使擔心唔記得熄火啦。火力方面，佢左右兩個爐頭都提供4600瓦嘅穩定輸出，應付我哋平時中式爆炒需求咧，就絕對綽綽有餘，夠晒鑊氣啊！爐具就係用咗堅固耐用嘅銅合金爐頭同埋鑄鐵爐架，爐頭空間都夠晒闊落，放中式炒鑊咧就好穩陣啦。而且佢有獨立嘅點火設計，亦都可以俾你調校中心小火，俾你更加精準咁樣控制火候。最後佢仲有意外熄火安全裝置，拎埋香港機電工程署嘅 GU 標籤同埋 Q 嘜優質產品認證，品質同埋安全性都係信心保證。呢款 Cuso 德國德信 KF326TG 75厘米嵌入式雙頭煤氣煮食爐，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夠猛火、夠安全同埋安裝夠靈活。呢個煤氣爐嘅火力真係好猛，左右爐頭嘅火力最大去到5500瓦，對於中意鑊氣嘅中式大火快炒嚟講咧，絕對係話咁易啊！設計方面，佢亦都採用通過 ISO 9001認證嘅強化平面玻璃面板，睇落時尚大方之餘，仲好耐用同埋容易抹乾淨。而喺爐頭方面咧，佢就用咗斷柱雙環火爐頭，中間仲有獨立中心火，等你可以更精準咁樣控制火候。操作上，佢有人體工學太極型旋鈕，配合埋專利嘅 F1 Technic 電子點火設計，無論點火定係較大細火都好輕鬆順手。安全性方面，佢配備咗專利嘅 AVC 熄火安全裝置，萬一爐頭俾風吹熄，又或者係湯水滾瀉，佢都會即刻自動截斷煤氣嘅供應，用得非常之放心。另外，佢仲有嵌入式同埋座台式嘅兩用彈性，方便你配合翻唔同廚房設計去安裝。而為咗方便清潔，佢都有易拆式嘅水盤，就算有嘢滾瀉咧，都可以好方便咁拆出嚟洗。跟住就到惠而浦 AGA 201BT 呢一款75厘米嵌入式雙頭煤氣爐啦，佢係專門為中意鑊氣夠同埋易清潔嘅用家設計嘅。佢最勁嘅賣點就係佢個超強勁嘅6000瓦火力啦，無論左邊定右邊爐頭一樣咁猛火，絕對夠晒應付香港家庭成日都要大火爆炒嘅需求啊！同時咧，佢仲有左右獨立嘅爐心火設計，獨立控制可以提供精準嘅火力調節。一邊爐頭咧就可以用大火爆炒，另一邊嘅爐頭就可以用文火嚟慢燉或者係煲湯，滿足翻唔同嘅烹飪需求，同時提升烹飪嘅靈活性，仲可以做到慳煤氣嘅效果。爐面就用咗嚟自德國嘅 SCHOTT 強化玻璃。呢一種面板除咗耐高溫、堅固耐用之外，表面仲非常之光滑，只要簡單一抹咧，啲污漬就好容易清走，幫你慳翻唔少嘅清潔時間。配合埋佢易潔密封式嘅爐頭設計，可以有效咁樣防止餸汁、湯水流入爐具入面，保持翻爐具嘅內部清潔同埋企理。而講到安全同埋方便度，惠而浦 AGA 201BT 仲配備咗熄火防漏安全裝置，萬一唔小心熄咗火，都會自動截斷煤氣嘅供應。而佢個旋鈕咧就係按壓式嘅設計，要先撳落去再扭先可以點到火，咁樣就可以有效避免小朋友意外扭着佢啦。另外，個爐嘅入氣喉係可以180度旋轉調校，對於一啲空間有限嘅廚房，又或者比較複雜嘅安裝位置，就更加靈活彈性啦。呢個型號仲攞到香港嘅1級能源效益標籤添，同埋而家喺標籤鋪買仲會有免費嘅基本安裝㗎。而惠而浦 AGA 301BT 呢一款86厘米闊嘅嵌入式三頭煤氣爐，係專為一啲需要慢火又想幾個爐頭一齊煮嘅大廚房又或者大家庭而設計。佢最大嘅亮點就係左右兩個爐頭各有6000瓦嘅超猛火力，中間再加一個1600瓦嘅中火爐，一次過滿足大火炒菜、文火煲湯，甚至保溫嘅需求啊！左右爐頭用咗獨立爐心火設計，火力調校精準獨立，一邊爆炒一邊慢燉，完全冇問題。爐面一樣都係用 SCHOTT 強化玻璃，耐熱抗刮之餘，表面超滑淨，抹一抹就乾淨，慳翻好多時間。配合埋易潔密封式嘅爐頭，湯汁湯水完全滲唔到入機身，keep 住內部清潔。
安全方面，佢都非常貼心咁，有齊晒熄火防漏安全裝置，唔怕意外熄火會漏煤氣。旋鈕係用按壓式嘅，先按後轉，有效避免大人同埋小朋友唔小心開着個爐。入氣後同樣支援180度旋轉調校，啱晒空間窄、喉位刁轉嘅廚房。而爐頭採用優質銅，導熱均勻又耐用。呢款三頭爐一樣攞咗香港1級能源效益標籤，火力夠強，功能夠彈性，啱晒大家庭，又或者係中意一爐多用嘅你。而家喺 Built-in Pro 買，仲會有免費嘅基本安裝㗎。Pacific 太平洋 PGS 203TG 係一款75厘米闊嘅嵌入式雙頭煤氣爐，憑借火力夠大同埋夠襟用、易清潔嘅設計，好受用家歡迎。呢個爐嘅兩個爐頭都提供咗5800W嘅超勁火力，好啱中式嘅煮法，快炒夠晒鑊氣，大大縮短咗煮食嘅時間。講到爐面，佢用咗耐熱嘅強化玻璃面板，黑色夠晒型格，而且好容易抹乾淨。佢配有冷板噴塗爐盤同埋特級啞光搪瓷爐架，除咗耐用，亦都非常之穩固。安全方面，呢個型號亦都內置防漏熄火安全裝置，當爐火因為湯水滾瀉又或者係大風意外整熄咗，都會即刻自動截斷氣體嘅供應，確保翻家居嘅安全。佢仲係1級能源效益標籤嘅產品，證明佢夠晒高效能同埋慳煤氣，而且佢嘅安裝孔位兼容度高，換舊爐嘅時候就更加方便啦。而喺下集，我哋就會介紹細廚房嘅恩物30cm 煤氣煮食爐，我哋會介紹7個牌子、9個型號嘅煤氣煮食爐，咁我哋就下集見啦，拜拜。